呢兩個字邊個啱啊？兩個都啱，而且讀法係一樣嘅，讀 inquire。名詞咧串法又係唔同，讀法又係一樣，係 inquiry。美國人中意講 inquiry， 表面分別好大。你入到商店有時唔知真係去詢問 inquire 啦，問嘅就係店員。英國人叫佢做 shop assistant， 美國人叫佢做 sales clerk。C-L-E-R-K， 美國人話 clerk， 英國人堅持到 clerk。離開商店上車揸車而去啦，唔好忘記嗰個駕駛執照。喺香港我哋叫駕駛執照做 a driving license， 讀起上嚟咧 driving 頭個音節最重。license 如果係名詞咧，英國人中意用 C 包尾，動詞就 SE。美國人咧不論係名詞動詞都用 SE， 而且美國人叫駕駛執照做 a driver's license。上咗車一定有汽油嘅，英國人叫汽油做 petrol， 美國人中意用 gas 呢個字，其實等於 gasoline。唔係啱唔啱嘅問題啊，我哋嚟講咧，一定要入鄉隨俗。